嚟到2025年尾，又係做年度回顧嘅時候，英國房產平台 Zoopla 最近就總結咗今年買家搜尋物業時嘅熱門關鍵字。過去2年嘅冠軍都係 freehold 永久產權，但係今年嘅頭位竟然俾 garage 車庫爬頭奪冠。排喺後面嘅熱門關鍵字仲包括 annex 附加建築、double garage 雙車庫、acres 英畝、pool 泳池。點解車庫呢個咁細嘅空間會咁多人 search？ 呢個正正係反映咗買家嘅生活方式已經改變緊，實用性同多功能空間變得更加重要。Work from home 盛行，一眾打工仔嘅工作模式唔同晒，開始追求額外空間，將車庫改成健身房 studio、home office， 令實際嘅用途大幅提升。同另一個熱手字 annex 附屬建築都一樣，買家而家想要更彈性、更自主嘅空間，唔係淨係要住，而係要點用都得。上2屆冠軍 freehold 雖然都重要，但某程度上已經變成大家預期會設置嘅篩選條件，所以未必會特別打出嚟搜尋。反而 garage、annex 呢啲具體實際嘅特色就更加能夠影響買家決定，亦提升物業價值同吸引力。大家又覺得買樓時車庫係咪 must have？